係淨係廣播嘅問題，係香港嘅法治問題。我手上揸住嘅係港檢法例第13章、第14章同第15章，我係指控港管局嚴重失責，我將會向行政申訴專員投訴你哋，完全冇執行呢個廣播條例。我向大家解釋下呢個法例。首先，第一，無線廣播唔係一個普通嘅生意嚟嘅，無線係有壟斷性地位，佢喺香港係佔咗無線廣播嘅95%嘅市場。加埋有線落去，佢都佔咗80%以上。佢呢個優勢點得翻嚟嘅？第一，有5年佢係獨家無線廣播；第二，佢係佔據晒最有利嘅發射天線位置，佔據晒最有利嘅發射頻譜。喺呢個情形之下，佢形成咗壟斷，佢再用呢個壟斷嚟到壓迫香港嘅消費者，壓迫其他嘅電視台。而呢啲係法例寫明係唔準嘅。呢個係廣播條例，我讀俾大家聽。第14章係咁講嘅：如果處於支配優勢嘅持牌人作出個目的係防止扭曲或者限制其他人嘅競爭，呢個就係犯法。好，我舉幾個例俾你聽。我懷疑無線犯法。第一，簽晒全香港嘅歌星係冇糧出嘅，咩用乜人？去佢嗰度做 show 咧，就俾100至300蚊俾佢。Michael Jackson 翻生佢都俾200嘅。個目的就係防止呢啲歌星去第二個電視台度，咁樣係咪反競爭行為？係。之前都講啲藝員1年係得1個 show 嘅啫，做戲嗰啲人，咁樣係咪個目的就防止佢去其他嘅電視台嗰度？呢個係咪反競爭行為？係。唔準第二個電視台一藝員，我親身經歷過呢個肥媽上去嗰度做嘉賓，呢個係咪反競爭嘅行為？係。唔準人哋就算訪問新聞都好，唔準所有歌星講廣東話，係咪要講普通話？呢個係咪反競爭嘅行為？係。啲藝員喺出面拍咗劇集，唔準用原聲賣俾亞視，呢個係咪反競爭嘅行為？係。咩叫兩段式定價？條例規定咗咩叫兩段式定價？如果呢度寫明無線屬下，如果有任何人做呢啲嘢，就即係無線犯法。無線，我問下呢啲人，有冇出去同人講？你要同我拍劇集，我就俾個獎你啊！如果咁多，邊個人發誓話佢冇講過？呢啲就係犯法。10幾年來，我見到成班廢人坐喺呢度，完全冇執行我本法例。我一定要有行政申訴專員投訴你哋。我有行政公署投訴你哋。創意工業全面崩潰，我要消費者委員會引集體訴訟法去告無線，賠錢俾香港嘅消費者，無線俾香港嘅藝員，大家以為係咪？